欢迎收看福起来的吼空比波，哇，好糖山歌吼，还有好冲山歌的朋友吼，有福气的哦。下个电视台啊有一个节目吼，喊做山歌冲来闹连连咯，也还会推出的第一种的山歌的专辑咯，专辑伫度咧属的东都好糖的传统的歌曲个。故说咧，今年后面邀请到的山歌冲来闹连连的主持人罗莹莹来到现场哦，也还就来分享莹莹哈。安琪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晶晶。嘿，哇，头摆第一访问吼，莹莹的时节吼就提到，莹莹就有主持呀下个电视的一个节目嘛，吼就山歌的，就因本上第一学的冲山歌的也部分吼，很青彩虹的咩吼，一个节目啊吼，山歌冲来闹连连吼，都也还没有年人的时间吼，提到真正设计动作无强用主题的山歌，虽然讲吼大家听起来吼，客家的山歌係唔係就強用吼，就大家較地道的就上台跳咩吼。有動到無強用的欣賞，無一法大家家有看到衝山歌就會老人家較多吼。不過啲亞隻節目地度吼，真嘅有讀到無強用的欣賞，係學生嘅來唱歌嘅吼。嘿，其實我哋節目啊，都開始到了下，我哋正開始做嘅些為想講，其實山歌可能大家下啲嘅就老山歌，山歌是平板，韓國有啲小條歌曲，咁咪唱唱下就冇內容咧。其實唔會，因為我哋一開始先請線上來唱，嘅線上唱嘅題材係你係示範嘅功能，韓部門呢有幾個學生啊，你留佢對唱啊，韓國雖然係老山歌，做得做冇強用嘅主題，比如講就嚟線上就唱啲演嘅熱身，啲嘅歌唱，韓國有學生啊來唱嘅係填寫文，你喺歌詞當中有冇強用嘅意義，冇得較後生嘅就做得唱一下情歌吼。嘿，錯，還有小朋友哦，國小嘅小朋友來唱嘅係線容呢個客家文化嘅歌詞，咪當中意義。哦，故說新來吼呀，客家嘅山歌吼，咩清有歷史嘅吼，係冇？因為有當到人就知道講。有當到年初面看到吼，就知道吼，年初面唱歌嘅清腔啊，冇一法音樂啲啊，就服裝啊，嘛個打扮吼，一看就知道係年初面。唔過呀客家吼，客家人嘅話吼，看起來可能咩看唔出來。唔過談聲音吼，唱呀唱山歌吼，可能山歌一部分吼，就係行人嘅特有嘅啲文化係冇。做啲人講錯，講到你係歌聲啊，吼，可能因為年初面佢哋本來可能大家散當，佢哋嘅文化已經冇強用，所以佢哋唱嘅歌聲讓我哋如下冇強用。跟我哋嘅山歌啊，因為佢係有文化有內容，所以又係冇強用嘅一種呈現。所以有人講啊，你係唱山歌啊，吼，冇一天係歌聲好，就係好嘅山歌哦。係上司佢唱出來當有感情啊。可能有點壓傷，不過你一唱係幾個特色，所以客家山歌如果你係演出面也係河洛話、國語嗰啲有冇強用？係真嘅，因為有當當人就知道吼呀，唱呀客家嘅山歌吼，其實係一啲唱一啲情緒啦，吼唱一啲感情，有陣時啲無聊嘅時節吼，用念就念出來歌曲嘅咧。因為有當到山歌就會自家創作嘅咩吼，自家創作嘅歌詞啊。唔過吼日拜啊吼，有看到嘅廿年人嘅時間吼，山歌唱來鬧連連有個節目吼，做出來唔但唱嘅人吼，來賓啊、先生啊、學生嘅啊，還有小朋友哈。係千無強用嘅感覺，唔係大家想象嘅吼，就有當到嘅老人家啲唱歌啊，唱嘅就係大家彈歌嘅山歌啊嘛個，其實啲配景吼，即係捧景吼，啲捧景嘅設計當中吼，沒有千無強用吼，千有設計感嘅感覺，有時代現代感吼。係錯，我理解啲攝影棚啊，我理解設計當氣勢磅礴嘅感覺，就係希望講做啲營造出從你係從山歌用英講係山撈山之間對唱，所以嘅上映嘅感覺就會係嘹亮。嗰個從畫面上看到嘅就係人家哋會捧景嘅吼，捧景就係安尼，呀規則營造嘅感覺，真嘅係啲山風嘅用嘅，有啲山坡啊，係冇？係。所以你上次要你係對唱，嘅我哋就會安排講什麼器材冇強，什麼器材冇強用嘅為所對唱啊咧，營造那個氣氛。哇，真勁咧！大家吼都哋看到嘅係也係捧景吼，唔係大家想象嘅唱山歌吼，就聽咗一啲太舒下，啲太舒下咪做得啦。唔過吼，也山歌唱來，鬧連連也集節目吼，本大家嘅感覺就冇強用。像家係捧景吼，哇，人家有講到氣勢磅礴嘅感覺，底度吼就起一三年嘅話，哇！嘅3年真勁衝起來咩？
輕有家私吼，係冇？係，其實我哋要來賓哦，佢講吼，叫看天時冇感覺，喺來到現場留人嘅些看到叫，哎呦，我嘅叫人開始準用我嘅感應器度嘅動哦，當正演講呢，真勁好會講呢，係會。唔過吼有看到吼一下捧景吼有看到有動到木腔講嘅樂器吼係樂團吼來做咧搭配係冇？係有無論係國樂。還係有陣時會用到八音幕嚇，八音今年還忙，較忙吼，係因為八音係含係伴奏嘅方式，佢係苗飛啊，你都演奏嘅係較主要就錯嘅。唔過像係第一衝山歌嘅時節，家家就有聽到嘅樂器啊，可能就係弦嚟嘛，幾弦嚟啊。其實啲呀日集節目有看到呀，哇！氣勢磅礴嘅捧景，又有一三年有冇燈光又下暗後嘅時節吼，嗰時候啲樂器吼，還有音樂吼，啲批定嘅時節，係唔係有木腔用嘅團隊，還有木腔用嘅樂器呢？係，其實講到你係山歌，可能一般人會想到講衝山歌，其實就係愛弦啦。其實吼，大家會就個推轉去喊下叫嘅年代來上，本年衝山歌山老山之間，哪有可能愛弦？係，就一個人唱又係啲做勢啊嘛，間錯，所以吼你係伴奏嘅形式啦，做得多變化。所以你也有強調，比如講起木正線上，佢就自家一個人愛弦自家唱。還有下傳統嘅管樂，還有下現代化嘅管弦樂，對，你留意做冇強樣嘅方式來呈現，跟住上嚟向日，你係山歌歌詞就一個技法嗬，按照本能山歌山當唱，你一下唱到介入性，韓國做得留意推到下現代，跟住還有音樂堂啊，你都做得來唱，所以係講因為表演嘅方式冇強樣，做得到你係山歌做冇強樣嘅呈現嘅些，咁樣先投入下多容貌嘅表現。老人之間的距離吼，咪這個來較強一些嘞吼，因為有動到你就知道說哇，幾弦的啊，矮弦的啊，有較困難一些的，哇，係真困難，真傳統的一個樂器啊。其實啲日集節目底度吼，咪做到看到木腔用嘅樂器嘅形式來做咧搭配，來做咧組合就錯嘅。唔過剛才有講到嘅，有較現代嘅，咩有較傳統嘅。有動到喺線上來唱歌嘅時節後嘅啊，你會知道，我就平常時就會用愛弦嘅就好嘅啊，然後用按多木腔嘅樂器，按你唔會啦，不如按你。其實還好呢，因為你嘅來賓吼，我哋現屆做得來留人嘅都係當為衝山歌嘅，所以呢，本期物嘅方式佢都講好啊，你本眼物嘅專我唱用伴唱，所以呢，之後我哋還要請到比如講大學嘅教授佢來唱嘅些教授就係用你係聲樂咩，沙丁你除咗你係鋼琴落去伴奏，用鋼琴哦，錯，很冇同樣。來搭配嘅時節後，係唔係會留？因為我係望聽到會有鋼琴來搭配呀山歌呢。係啊，因為大家有知道嗬，山歌嗬雖然唱係司機聽聽啦嗬，卡到咪嗬司機，唔過司機嗬就做得牽上啊，還有動到木腔用嘅跳啊，就做得衝動叫嘅呢。係，所以我哋留人嘅時節啊，嗬，線上佢哋會特別做來，喊住老啲嘅我哋嘅伴奏老師哦。中動叫哦，就係希望做得呈現最好嘅一面，俾觀眾朋友看到。我係知道嗬，因為衝山歌流一般嘅流行歌曲，有一些木腔用，係唔係衝山歌嘅佢嘅戲嗬，要動重嘅。因為真係嗰種鉗，係唔係有特別嘅乜嘅技巧安尼？係，所以嗬，你一就講到重點咧，係講要創起看下啲節目嘅觀眾朋友啊，像啲講，特別係啲訪問嘅些訪問到你係演說下台，嘅你係老人家，都會問佢講，咁你從你係三個安慰嗬，去按照應用辦嚟保持你嘅身體，開部分啲客家嘅你係鄉親，都會去沿途冇就去揭散，就我記得要嘅90歲嘅先生，係點衝？係，當然佢係咪去揭散？佢用啲劇到山當去啊，而啦你係菜啊，種下，嚟配啊，嗬，佢就會經常山歌。哇，古時候大家可能會知道有動到嘅老人家嗬，尤其係啲客家種嗬，看到動到嘅老人家，行啲嘅耕田啊，行啲嘅種菜嘛噶，其實其實就係啲嘅運動啦，係冇？係要做些有啲停動嗬，對自己嘅身體咪較好一些咧。唔過要適量啦嗬，適當安尼。唔過家有看到嗬啲地度嘅，無論係線上還是
含迄小朋友吼，从个月从到3个月时间，大家就吃到就有吸烟毛发就会了，其实还有其他毛腔的强调系冇？嘿，其实从你係三個，你入到你係內邊啊，見到入門講，其實同喺做得用你係，譬如講太普強。哦，我即家係講太普強嘅，就做得用太普強來沖安尼。錯，喺佢專門講，今日做得用我嘅強來沖三個啊，你當然當歡喜啊，因為就係希望講，要當到冇強用嘅表現方式，韓國冇強用嘅強調，你來欣賞又係冇強用嘅文化。唔過啲啊，冇強用嘅強調嘅時節吼，係唔係就會佢嘅韻就會自家來改一下，還有自家來創作佢嘅歌詞嘅部分，因為家啲嘅吃到用吸煙，還有用會錄吼，佢嘅韻啊吼，佢嘅韻嘅法做得較好寫嘅，因為大家聽到啦吼。唔過用自家嘅母語嘅法吼，用太普啊、牛平啊，也就法係唔係就會又會強調一下欣賞安尼。係，所以記得創嘅世界啦，就當繞橋，還會看到，其實學我哋流浪嘅世界咯，呢個後台比你係流浪嘅，很精彩播出嘅畫面很下精彩，因為記得就緊打電話問講，先生，家己用輕重，佢係6號，佢話自家彈。佢係做怪嘅，哇！就嗰支擺啦，當場唔錯咧。還有一 ENG 吼，真定係重新來過一遍咧，一遍要清舊嘅吼。因為吼有陣時有看到有動到喺老年家嘅話，吼佢嘅戲吼，雖然係動作啦，平常時有啲運動，唔過100真定動聽咧，係冇？係啊，韓國係講呢度內邊係講上次基本嘅了解吼，全部係下。年歲下大嘅老人家吼，如果講佢哋講，會太甜，佢哋要係水當住，我就太暗咧，佢哋冇上，所以在流浪嘅時節啦，你就會特別來注意。佢哋嘅你係身體狀況啊，韓國流浪嘅時節，佢哋係唔係你係時間做得負擔？唔過咁多按道吼，大家吼是冇留到吼，從三個吼含喺老年家冇，其實有動到後生人咧，開始聽嚟感染咧，係冇？係，從你入嚟小學嘅，一直到國中啊、高中、大學，你就強到你都有唱歌，比如講佢哋嘅唱歌去比賽，甚至以後嘅人，咪希望佢哋來唱，希望做些做些。吸引到後生嘅人，未來看呢個節目，因為吼，呢個節目唔單淨係從三個本大家欣賞，還希望做啲介紹你係三個，讓你係三個嘅文化，本下下多嘅人啲。真嘅，有陣時候唱呀，銀行自家咩係一類欣賞咩吼，你知道，來從三個吼老人家啲唱嘅氣氛啊，啲味道啦吼，老後生人有乜冇強用冇？後生人哦，其實講後生人從三個當神奇哦，比如講你係小學細嘅朋友，佢唱起來，如下下有味道，點嘅，因為線上用班教，佢就用班唱，下睇到咧，比如講高中啊、國中，佢都唱起來哈，有一點點像流行歌曲，因為佢哋開始有自家嘅想法咧，所以佢哋才咧節奏當歌啊，韓國唱法當歌，佢哋會下新潮啲啲咧變化就錯，所以如果了就點唱你係流行歌。真嘅咧，吼三個吼雖然吼係一啲清傳統嘅一類歌曲個，一啲強調一類挑新啦吼，唔過呢啲衝起來吼真嘅有無強用嘅變化哦，上來吼三個衝嚟鬧連吼一種嘅전시地度咧，有乜咁無強用嘅歌曲咧，等下後就報盤睇下啲哦，也下先嚟去看下。